又有诈骗集团透过微信邀请加入社团，然后鼓励投资，造成诈骗呢？手机程式都没有办法开启，但是投资的钱都领不回来了。你看，脸书也有诈骗了，透过 Messenger 建立群组、社团群组了，那叫群组。说要买东西，结果引导到用虾皮了，后来演变成为那个诈骗。我叫他点按连接，他说看不到那个资讯，然后他就提供那个 QR code 或者是他的网址给你，给卖家，卖家一点按，变成要提供个资还有银行账号。后来那个银行存款就被提领了，20多万元。然后网络卖个东西也遇到诈骗了。这个 TVBS 的网站有那个影片呢。网络卖家遇到诈骗了。